这时，请备办心安静来做准备今仔日的礼拜。着乌罗耶和华，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这时，咱要请敬拜团来带咱做阵来乌罗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开心，再一次的聚集，我们要诗歌来赞美他。如果身体允许的话，邀请你一同起立，你用诗歌来赞美他。我们有一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也是温柔安慰我们忧伤灵魂的神。我们用第一首诗歌来唱这首。
有权威荣光，有恩典慈爱，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我们有一位神，他是有权威、有荣光，他在我们困难的时候，他用双手要托住我们。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他，是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我们来到主的座前，愿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神掌权，愿他的心意，愿他的道路都指示我们，让我们活成他的样式。我们用第二首诗歌来敬拜。我来到主座前，生命交由你掌权，你心意向我彰显，我愿成为你荣耀的脸。我来到主座前，生命交由你掌权，你心意向我彰显，我愿成为你荣耀的脸。让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旧事已过，都要成为新的。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是我们在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。我们是用这首诗歌来唱。我来到主座前，生命交由你掌权，你心意向我彰显，我愿成为你荣耀的脸。旧事已过，全是新的，因主的爱得以重生。